拄则听赛斯的演讲，靠天性的演讲，我有一寡我有一寡感想。第一个就是讲，爱追求的是家己的内心，毋是讲外界。因为咱追求外界，就是讲比别人搁较高，这就是外界嘛。互别人学乐，真受欢迎，真侪人拢看咱的物件，拢甲咱认同，这就是外境。但是咱要追求的时阵，变讲咱会无欢喜，因为输人啊，无一定会赢。就算讲是前几名，嘛是会讲有搁较侪挑战嘛。后壁有人要来弱，搁有足侪头前的人，搁较厉害。拼厉害其实是真拼，无法度讲拼第一名，真困难。这就是讲一直竞争，一直追求外界，会使咱的心变甲真无快乐，真痛苦。所以咱就邀请病毒这个物件来完成咱的心愿。这就是一直追求别人，追求外界赢别人这种效果。第二个就是，其实若讲咱的正念，咱真好的观念会当影响别人，别人可能咧惊吓，搁伫遐拼，定定想讲钱无够用，钱无够开，惊别人欠家己的钱无爱还，惊讲厝内所费无够用。若一切拢安定以后，其实嘛会找家己麻烦。像 Clubhouse 的房间内底的人，就是会开始比较啥物人讲足受欢迎，follow 的人足侪足红，有人会讲房间搁较大间，足侪人伫内底。这就是伫比较。就算伊事业足顺利，囡仔嘛真讲真厚，但是伊嘛会犹原无快乐，因为伊一直伫想讲伊想要拼过别人，所以变讲别人的房间安怎，还是讲有一个人安怎退出，还是讲甲伊有无欢喜，伊就会无快乐，就受着影响。所以这就是讲，咱的正念其实会当去改变这世界。真侪人就是过着这种生活，就是讲伊疏忽着咱心灵是有力量，内心是有力量，伊拢毋知影这件代志。伊干那知影讲我目睭看的，应该就是事实，就会开始拼，搁拼袂过人。这人巧，有比搁较巧的人，比手段搁较来的人，真正是无好拼。若咱的正念，咱的心安会当发挥咱的力量，无一定讲爱别人甲咱认同，这足重要。我以早就是讲，若爱为做一寡代志，为这世界做一寡代志，就是爱成为一个高人，做行政院长，无做啥物公司的主管，较有法度帮助别人改变这个世界。其实毋是，咱的心灵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世界。咱心安，咱过甲真欢喜，其实就会当甲一寡人惊吓的物件，慢慢仔拢互伊较毋莫遐惊吓，会影响着这无形的物件，会互相影响。所以我嘛毋免讲足艰苦，讲台语愈来愈少人讲安怎安怎。
其实我若想要学台语，我会去影响别人。就是想讲，我哪会无伫，突然间想要学台语，一定嘛是伫无形的世界，有一寡想要学台语的人，伊的心去甲我改变。所以我有即种心，我一定嘛会使甲改变别人。就亲像我的同事，有一寡甲我较好的，伊就开始讲，甲我讲台语。一开始伊会讲伊佫讲啊无啥好，会歹势。即摆嘛定定讲啊，伊讲咱讲嘛真重要，台语家学起来嘛真重要。我本来就伫改变别人，伫心灵的世界，佫会当改变。我就莫一直用目睭去看有形的物件。讲奇怪，我去就看遐济人拢无讲台语，含伊孙啊，含伊囝啊，拢讲华语啊，要安怎要安怎。毋免安尼想，咱的心灵会当改变这世界。其实会当，只是咱看无。就亲像讲，即摆的人拢足惊遐武汉肺炎这病毒，每一个拢足惊。这咱无法度讲叫人莫惊，人讲这青仔粽这袂捌，白捌，这袂捌，要黑白讲啥？咱会使用咱心灵，咱做定的，咱做老神在在，去改变，去影响，用无形的力量。我想讲，其实若连病毒这种惊吓，咱拢会当影响这世界。台语这代志当然嘛会当影响。我今仔日若写一个好的故事、好的小说，无一定着爱倚靠讲迄身电影啊，会使出一本册啊，还是讲会当讲做热门的、做红的，使人去看着。我若有即种愿望，就是讲，我搁伫即种物质的世界底遐努力，伫遐经营，我着守护咱心灵的世界。我写一个故事、小说，其实会当影响别人的心，只是我毋知影尔。伫无形的世界，即种物件拢会当传出去，这是真正的。只是咱定定都无重视，敢若看会着讲钱啦、选票啦，讲啥物厝啦，咱敢若看会着这物件，还是讲大家拢讲这人好，学老伊的阶级会做会晓到啉红酒，拢啉一寡无人啉过红酒。就像讲有一个有名的作家写文章，伊就写讲，有钱人叫天崩人，因的世界，对咱来讲就是足遥远的。伊就啉酒，就啉上好啉，足稀奇。一般人拢啉无法度啉的酒，伊足讲究的，足讲究的，爱安怎啉啦，爱有啥物动作。但是想想的，因的心灵其实甲咱无啥物差别，伊只是讲会趁钱的资讯，诚济，啉酒啉甲伤透啊，熟悉迄知识伤透啊，无就创造一个无人知影的啥物上流社会，敢若知影的一寡足幼老的物件。但是这拢是外境，伊的心灵甲咱有啥物差别？的确，咱的心灵是比伊搁较强的。所以，咱就是守好着心灵的力量，搁有心灵的世界，搁有心灵会当影响别人。所以我即摆
我对台语有兴趣，无一定讲我爱有啥物贡献啊，想办法去翕电影啊，用台语去翕电影啊，互大家看到，开始开始实行，毋免去想这，这拢是外界物件。我会使用我的心，我的内心，我即摆好好啊过好我家己，但是我过好我家己的时阵，我想讲嘛会影响无形中影响别人，看会着看袂着，我接触会到的，还是接触袂到的，其实会当影响。这力量是诚大，只是我毋知影，我无信到尔。但是我即摆会当讲，甲身心灵甲我即摆有兴趣的物件，佮我即摆做的代志，会当甲做伙。甲做伙无一定像以前就想讲，哎呀，我就是爱讲去用台语去出一本册，可能讲赛书的册啊，无就是讲去演讲有人来听，有人来看我的册，来买我的册，安尼较有法度去做一寡推销的代志。无一定安尼这无得靠我用我心灵的力量，我有即个热情，一直伫遐。我即热情会传出去，伫无形的世界传出去，使足侪人有感受到。可能有人无定就讲，突然间想要学台语啊，嘛毋知为虾米。这就是我无形中甲伊影响着。毋管伊甲我有熟识无熟识，其实心内力量是足大，无开发尔。嘛无人去相信，嘛无人去推散。所以讲，我会使为遮去做，所以我做的一切代志，其实拢是有帮助，对这社会是有帮助的。毋是讲我一定爱出名，一定爱安怎做一寡外界灵动的代志，较会当影响这世界。